打电话呢？我不是跟你说罢了吗？俺头年的聚不齐，这过半年了，俺是好不容易聚齐了。我跟你说，俺今个吃完饭、洗澡、按摩、唱歌，估计得到2、3天。你能过就过，不能过滚。给谁打电话的？这不是俺今个同学聚会了吗？啊，万一你妈给我打电话，我没吃咋整？我先练，知道吧？啊，真他妈管还能出门不？就是说的，你再练练，有点不服练，有点不服练，再练练。再练练。啊，再练一遍。我跟你说，俺头年的都没有时间聚，这过半年好不容易聚齐了。俺今个说好罢了，吃完饭之后，洗澡、按摩、唱歌。你说你咋这个？咋这个呀？上啥上课？我先练练。你练练练。你也不给我说，你妈的你不给我说。